我覺得就算你唔中意都好，但係你都要嘗試去認識、去接觸，起碼仲要知道香港有一班年輕人去做緊呢一樣傳統嘅嘢咯。粵劇文化博大精深，大部分年輕人咧都未必太過認識啊。但係偏偏今集嘅主角千言3歲嗰陣呢，就已經對粵劇好有興趣啦。直到而家已經成為咗一位全職嘅粵劇演員。佢希望以新一代嘅方式去宣揚粵劇文化。Hello， 千言。Hello， 嘉善。哇，今日咧真係第一次入嚟後台呢度喎，我見到好多五顏六色嘅戲服喎。係啊，其實呢啲咧，你見到咁多戲服都係為咗我哋嘅演出啦。因為其實一個劇團裏邊有好多人，咁你見到我哋有好多前輩們幫我哋燙緊衫啦，都係為咗我哋嘅演出嘅。好大開眼界咯！後台係好似博物館咁樣，估唔到一場粵劇背後準備嘅工作人員係準備得咁仔細咯。我細個嘅時候，幼稚園隔離係一間老人院嚟嘅。每日返學之前咧，我都會喺個老人院門口度聽啲公公婆婆唱粵曲啦。5、6歲左右咧，就見到報章就刊登有粵劇學院招收呢個小童，咁我就嗌我屋企人俾我去學。粵劇最基本嘅當然有包含唱做念打呢啲元素啦，同埋其實喺後台我哋要自己化妝啦，可能要自己燙下衫啊。最難嘅部分，我覺得最初啱啱出嚟做係背劇本啦，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套戲最少都3個半至4小時嘅演出，你仲要唔係淨係背自己喎，要背埋人哋嗰句先知道你係接邊一個。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啱啱學嘅最難嘅部分咯。粵劇開始式微，就算有年輕嘅演員去參與呢一個行業，但係其實你見到觀眾其實會人口老化啦，啲子女可能唔會願意陪爹哋媽咪嚟睇啊。我而家有拍啲 MV 啦，或者同唔同嘅牌子去 cross over 好多嘢啦，我都想將粵劇帶入一啲潮流嘅世界啦，令到廣大嘅年輕人或者朋友們都認識到粵劇、粵曲。或者你見到我哋嘅戲棚其實會好靚啦，包含咗好多工藝喺裏邊，我希望可以繼續保存落去，唔好失傳。我覺得千言佢細個咧就已經好清晰自己嘅興趣係粵劇啦，然之後就好有計劃咁樣，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實現佢人生目標。我覺得由一個咁後生嘅年輕人啦，去傳承呢一個中國嘅藝術係好有意義嘅一件事咯。